夜間聊天室，你哋好，我係 Simon。呢一集同大家講下呢個世界嘅情況。特朗普帶領美國走向一個乜嘢方向？驕傲嘅特朗普上任嘅初期，因為內塔尼亞胡對美國係顯露出一個更加驕傲嘅姿態。內塔尼亞胡亦都係唔聽美國嘅話，所以美國同埋以色列嘅相處唔係咁愉快。不過特朗普後來就改變，效率部就唔好再有咩作為。美國嘅深層政府唔掂得，軍方同埋 CIA 就揸槍嘅，唔可以對佢哋太過分。雖然馬斯克核數係查到美國係有貪腐嘅情況，但係特朗普就醒覺背後嘅勢力係好大，一下子斷咗人財路，對自己同埋家族唔一定係好事。猶太人嘅金主唔可以得罪，於是佢就有所改變，始終都要撐以色列。軍工企業要賺大錢就幫一幫佢哋手，未來自己家族要賺大錢喺美國都要站穩腳，家族嘅生意始終都要入到中國，飲到頭啖湯。不過我所睇到嘅就係目前美國嘅政策係好短視，美國今天有財政困境就解決財政嘅問題，接見全美國最大嘅科技公司嘅 CEO 要用幾多錢投資美國本土，搞到嘅 Bill Gates 面都青埋。蘋果嘅 CEO 一下子都要諗下，唔知道點答。最合作嘅都係 Meta， 即係 Facebook 嘅 CEO Zuckerberg， 開咗一個特朗普滿意嘅銀碼。其實特朗普3年之後就離職，暫時講啲嘢令佢開心先，將來要唔要守承諾又另外一回事。如果投資美國要令公司損失或者賺少啲錢嘅話，對股價係負面性嘅，當然就唔要做。今天特朗普面對面咁問我，當然就唔可以令總統先生難堪。特朗普打關稅戰又向全球掠水，中國就有實力就除外。日本公司投資美國賺到嘅錢，竟然90% 係歸美國，真係聞所未聞。美國有一個 H1B 嘅 Visa， 就係美國嘅專業短缺勞工，聽聞就已經簽咗行政命令，申請時候嘅費用就係10萬蚊。以前收開嘅費用就係1000蚊，為咗政府要多啲收入，特朗普係咪要將世界嘅英才同埋專才拒於美國嘅門外？ Amazon 係聘請咗14000個員工，揸住 H1B 嘅 Visa。特朗普話唔好請咁多外國人，請返美國嘅本地人。總統先生有冇諗清楚啊？呢一班外來嘅英才好多係理工科嘅博士同埋工程師，係美國嘅短缺勞工。 Microsoft、Meta、Tesla 同埋 Apple 因為喺本地請唔到呢啲人才，所以先至去請喺美國境內揸住 H1B Visa 嘅外國人。咁有頭髮邊個想做瘌痢？特朗普又推出最低限度100萬美元可以買到美國嘅居留權。美國歡迎富有嘅人嚟美國，但係就要減少專業嘅天才嚟到美國。其實正常嚟講，係咪有錢人帶住錢嚟移民美國，並且世界嘅精英帶住佢哋嘅知識移民嚟美國，又係應該兩樣都要。究竟特朗普係咪一個自覺嘅天才？最近又有一個槍手針對 ICE 喺德州嘅一個辦公室，槍殺咗2個人，另外有一個重傷。子彈上邊係刻住 ICE 嘅設施，表明係針對 ICE， 不滿特朗普對非法移民嘅政策。今天美國選出嚟嘅總統可能係極右思想或者極左思想，所以總統所做嘅嘢好容易就會激發起同佢相反意見極端主義者嘅憤怒。再加上美國人要擁有槍械係比較容易。今天美國人所堅持嘅觀念理念係咁分裂，結果一個民主社會就唔再民主，用拳頭同埋槍械去解決。我哋希望特朗普懂得點樣去化解人民分裂嘅危機，唔好再讓本土嘅恐怖活動增加。以上所講嘅幾件事都係冰山一角。美國要同中國鬥智鬥力，睇下今天美國邊一個當家。我發覺唔係咁容易，因為我哋要嘅係天才，一個有長遠眼光嘅政治家，唔係只係求取短暫利益嘅一個商人。跟住同大家講下世界大事。特朗普喺俄烏戰爭嘅政策係轉來轉去，但係其實正確啲嚟講就係特朗普係大嘴巴，隨住自己嘅喜好說話。要唔要遵守自己所講嘅，或者係點樣實現一個承諾，又係一啲都唔重要。講過嘅嘢可以唔算數，
大家只係睇到特朗普有一樣嘢係認真嘅，就係特朗普唔要蝕底，同埋為美國政府揾多啲錢同埋資源，民國嘅保護費一樣照收，唔會理會將來會唔會有長遠嘅負面影響，係美國被反食。總之就係見錢開眼，用最短嘅時間為美國揾多啲錢。特朗普最近就話烏克蘭係要收復失地。今天烏克蘭係缺乏兵員，戰爭再打落去，就只能徵召18歲以下同埋50歲以上嘅人民當兵。北約嘅軍隊同埋美國嘅軍隊又唔願意參戰，又冇邊一個國家拍心口提供大量嘅武器。烏克蘭點樣收復失地？特朗普口不擇言就係削弱緊美國嘅威信。大家都仲記得911之後，美國係入侵阿富汗。幾個月就打贏戰勝咗塔利班。當時嘅美國喺阿富汗係重建咗一個好大嘅軍事基地，機場嘅跑道好寬闊好長，美國最先進嘅戰機可以自由起飛同埋降落。今天特朗普話要歸還呢個軍事基地俾美國，但係呢個美國嘅軍事基地係喺阿富汗嘅領土，況且當時係美國入侵阿富汗。所以嚴格上嚟講，呢個軍事基地係唔屬於美國。今天就連美國嘅盟友好似英國、法國都喺聯合國承認巴勒斯坦國嘅地位。海灣國家好似沙特同埋卡塔爾都帶頭對抗以色列。伊朗、黎巴嫩同埋胡塞武裝就一向係以色列嘅敵人。咁特朗普咁好大氣功，當然就想喺中東地區，即係阿富汗，建立一個最大最完備嘅軍事基地，幫以色列打下氣，針對好近嘅中國，同埋增加喺中東嘅影響力。特朗普嘅計劃成功機會好微。阿富汗為咗國家尊嚴係會反對。今天阿富汗仰望嘅係中國，而唔係美國。美國今天仲係凍結緊阿富汗嘅外匯，呢一筆錢特朗普唔歸還就冇計傾。目前美國係缺錢，所以歸還嘅機會好低。當年美軍要撤走，就係跌落咗阿富汗嘅一個戰爭泥沼陷阱。美國係唔擅長打游擊戰，除非今次係得到阿富汗嘅合作。如果唔係美國今次又夾硬嚟，只會係跌落去另外一次嘅陷阱。阿富汗嘅現任政府係會反抗，咁美國要用啲咩手段去氹得掂阿富汗嘅現任政府？我就諗唔到啦。周邊嘅國家好似中國、伊朗同埋巴基斯坦都唔願意見到美國嘅軍事基地建立喺阿富汗境內。阿富汗今天已經咁窮啦，百廢待興。最好嘅政策就係同鄰居和睦相處，特別係中國就最幫到自己手，唔應該俾一個外人入到去自己屋企。今天世界同20年前係唔同，美國喺亞洲係要戰略收縮，一個美軍軍事基地俾中國、伊朗同埋巴基斯坦圍住，伊朗都要轉型用中國嘅武器，美國豈不是成為籠中之鳥？唔單止係發揮唔到自己喺中東嘅影響力，仲要提心吊膽，恐怕會受到中國武器嘅攻擊。特朗普唔好淨係講而唔做，美國唔好淨係欺負弱小嘅國家，同埋欺負自己嘅盟友。對於軍事強大嘅國家就客客氣氣，否則美國嘅弱點就會更暴露俾人知道。美國嘅國運只會向住一個方向走，大家向美國係望而卻步。美國搞錯咗啦，因為今天唔係淨係得一個選擇。說話要真實同埋友善，以行動去配合國家嘅威信，國家嘅外交會越嚟越脆弱，國運嘅方向就會係下墜。總統先生正係打好緊基礎，帶領住美麗嘅國家走緊呢個方向。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未訂閱我嘅網友，希望你哋快啲訂閱，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下次再見，拜拜。